世界各国嘛拢在准备跨年，英国的伦敦会放烟火来迎接新年哦。也毋过伫德国，因为耶诞节发生汽车驶去弄市场，造成5个人死亡，200多个人受伤，所以德国嘛加派警力来协助地方的活动。美国纽约警方的证词是显示讲，世博广场的跨年应该无受到威胁。另外，伫巴西里约海边的跨年活动嘛出动3300外的警察，嘛应用人民的辨识系统。4, 3, 2, 1, Happy New Year！ 美国纽约世博广场已经甲水晶球安好势，打等咧做下年的测试。Press warm and bring the party. Be ready to celebrate. 纽约市警局30表示，针对世博广场庆祝活动相关的证据，目前并无具体可能的威胁，不过会采取各种安全的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到时也有防震溜啊专门小组，会针对封锁区内底的批桶、甲自动贩卖机来巡逻。A tremendous amount of police resources deployed of our elite specialized units, including our emergency services unit, who will be strategically deployed throughout the area on rooftops. Our K9 teams who will patrol with bomb-sniffing dogs. 结束2024年，全球准备要迎接2025年的时阵，安全是各国当局考虑的重点。顶一日德国才发生圣诞市集汽车弄入去死亡的案件。目前已经加派警力，希望大家下年暝会当平平安安。Da gibt es einen unmittelbaren Zusammenhang, aber alle Täter sollten wissen, wenn sie irgendwas tun wollen, wir werden hart als Rechtsstaat darauf reagieren. 巴西里约真出名的科帕加巴纳海沙堡，按算到时会约入来250万人来庆祝。今年有更加加强维安，高是海沙堡的范围都部署3300个警察，也拿金属探测器、无人机、甲人民辨识系统等等的监控，拢会来使用。英国伦敦下年暝表演要使用的12000个烟火，当咧做上尾的确认。到时会伫 Times 河的河边看到11分钟真水、阁有气氛烟火表演。另外，南韩因为济州航空空难，全国当地咧7天的哀悼期，首尔当局甲几个企业集团嘛宣布取消几啊场下年的活动，歌手团体嘛暂停宣传或者是庆祝的 party。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